再来看桃园有3000多个学龄前的特教囡仔，也毋过桃园的特教班只有50班，所以有9成囡仔拢是读普通班有民意代表就呼吁市政府爱重视这个问题。教育局嘛表示讲，会搁来增加2班集中式特教班、4班学前巡回辅导班，未来嘛搁继续来检讨改善。行平衡木爬楼梯、自流廊。在老师鼓励之下，特教囡仔顺利完成任务。桃园有市议员伫机会接顺的时表示，桃园有3377名学前特教囡仔，也毋过特教班只有50班，会当容纳355人。其他9成只会当以一般性的成分读普通班级，因为学前特殊教育资源分配实行。我实际走访学校，那听老师还有家长们的反应，那发现很多特教资源根本就不够，尤其是师资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只要有专业的老师带领他们互动引导，那他们其实就可以有很好的发展。教育局表示，学前特殊教育班有108班，其中50班355名是集中式特教班，多数是中重度障碍儿童。58班2990名安置伫普通班接受巡回辅导班，另外有32名伫私人机构接受早疗服务。114学年度会阁增设2班集中式特教班、4班学前巡回辅导班，拢总有114班。全国学前特殊教育幼儿大多数安置在普通班接受巡回辅导服务，桃园市约有10%安置在集中式特教班，与其他县市比例相符。他没有同侪的刺激，他反而他的能力是被弱化的。那真正要对孩子好的方式，就是其实是在让孩子们都进到一般的幼儿园去读，那给的支持服务是增加的。针对学前特教资源，也有团体有无同的看法，因为自从特教法向下面延伸到2岁以下，各县市公设特教班，颠倒造成囡仔融合机会变少弱化囡仔的能力，建议进入融合教育，也毋过互因更较侪支持服务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